那个也叫做开启智慧哦，多有心种，你的心会超越身体的飞翔。而且我觉得昨天那一句更改真的很好，哦，因为我本来翻，我觉得没有那么好，哦，我觉得这样就比较好。来，弟弟来，没关系，来一起，你不会英文，你不会英文，没关系啊，你就对嘴就好。好，那个弟弟阿姨会照。英文对嘴我会啊，好，那进来吧，对嘴来。你的借我看哪下？好，可以吗？好，勇敢。好，预备了，我先弹一个前奏。